上新的消息，咱来去现场，花莲自4月初3大地动了一直拢有地动尾，昨昏落石头影响火车通行。虽讲即马已经抢通，也毋过火车敢有慢粉，敢有受影响。咱即马就要连线互台记者李尚如、曾俊佑，请伊甲咱讲后续上新的情形。尚如，是主播。花莲站的无平静，代替普悠玛第445车次就是对台东要去到树林站的列车，差不多伫咧暗时9点10分的时阵去弄到铁轨路顶悬的石头，也嘛电视讲这第1节的车厢因为摆尾，所以冲出铁轨路。然后和平站到和仁站的路线无法度通行，代替当时联密成立应变小组去抢修，加在车顶146位旅客拢平安，无人受伤。代替表示讲可能是因为花莲直直拢有地动尾，山顶的土瓦山石袂稳，所以才会造成昨昏的事故。代替嘛解释讲，这个山石落的所在普通时毋是会落石头的高风险路段，所以无设这个列车的警告系统，即间呢才会去弄着。因那这帮出印瓜的普悠玛列车代替伫咧昨已经有派和平站的人去带旅客改坐其他的列车离开。伫咧今仔日差不多透早6点左右的时阵规个铁轨路的运作拢已经恢复正常。敢若差不多5点外，第411车次。第417车次的列车有去慢粉着尔。以上是记者卢尚如、曾俊佑伫咧火车站的连续报道，所来甲时间镜头交互主播。